大家好，今日係10月10號星期五。咁喺琴日10月9號咧，就睇到嘅消息咧，就係匯豐咧就私有化恒生銀行。咁大家都知道咧，就恒生作為呢個匯豐集團成員啦，咁匯豐嘅大股東咧一直都持有咧恒生嘅股份咧，大約係63%啦。咁即係為街外流通咧就大約37%。咁呢一次咧就匯豐咧就出價咧就每股155蚊。就向咧就全面收購恒生餘下嘅一個股份啦。咁成功咗之後咧，咁恒生咧就會delist 喺香港，即係除牌唔再喺間上市公司，就成為咧就匯豐集團全資附屬一個銀行啦。咁呢個消息咧，作為即係一個喺恒生服務咗10幾年嘅前員工咧，咁個感覺咧就有少少奇怪，同埋突然啦。第一就估唔到，即係最終恒生同匯豐嘅關係咧，會係由一個私有化恒生咧作為一個叫做完結啦。第二咧就話咧就個時間上咧就會覺得有少少奇怪，點解會係而家呢一刻咧咁樣？好啦，咁大家知道咧就1965年啦，咁就恒生銀行發生擠提事件啦。咁當時咧匯豐咧就作為即係叫拯救方啦，咁就出價咧就5100萬港紙咧，就買咗咧51%嘅恒生嘅股權。咁隨後咧咁就有呢個叫派紅股啊，又分拆啊咁樣咧。咁最終咧恒生喺即係呢一刻咧私有化之前咧，咁咧就匯豐係佔咧63%。好啦。咁呢個咁樣嘅一甲子即係60年嘅關係都維持啊？點解會喺呢一刻就作出呢個轉變呢？咁我見到就好多分析同埋坊間一啲 YouTuber 咧，都將個原因咧就歸咎於咧就恒生喺呢1-2年咧就嗰個外壞帳，即係商業貸款方面咧就嗰個壞帳撥備好多，亦都有好多咧已經違約啦。咁變咗咧嗰個問題資產嗰個數量好龐大，咁亦都咧就不斷咧就有一啲負面消息啦。咁匯豐就出手咧就叫做拯救或者要處理恒生呢個商業壞帳嘅事件咧，所以就私有化。咁呢個原因我覺得有少少又覺得好似比較單薄啲，就唔應該作為一個主要原因。咁當然啦，咁之前一啲咁樣嘅報道消息啦，包括就9月份嘅時候咧，就匯豐集團宣布咧就委任咗匯豐香港嘅 CEO 咧，就出任一個恒生嘅新嘅一任 CEO。咁個時間上大家就話梗係啦，佢嚟咧就處理壞帳啊嘛，咁會大刀闊斧咧就可能 call 窿啊，跟住咧就盡快將個事情咧就搞掂佢啦。咁而家喺呢一刻嗰個匯豐私有化恒生嘅消息公佈咗之後咧，其實咧新任 CEO 咧就嗰個責任咧就唔係單單咧就係處理呢個外壞帳，咁包括咧可能要咧就 make sure 咧成個私有化個過程咧係順利通過咧，而最終咧就達到咧就話匯豐集團嗰個目的。好啦，咁我哋首先就睇睇嗰個壞帳問題係咪真係一個主要原因啦？咁根據一啲數字上，包括我今日睇咗咧Bloomberg一啲分析咧，就恒生嗰個喺香港呢個商業房地產市場嗰個壞帳情況咧，真正其實就影響到咧匯豐集團整個嗰個叫做壞帳嗰個商業撥備啊，同埋嗰個situation 咧，都係因為咧恒生係一個主要嘅原因。咁當然啦，咁你要處理咯喎，係咪先？好啦，咁但係調翻轉，我哋又退一步諗下啦。如果冇私有化呢個咁樣嘅事情發生，恒生都係要處理佢嗰個外壞帳問題。咁包括之前大家就話咧，匯豐已經委派咗全球咧嗰個嗰個風險主管咧，去到直接主導成件事。咁其實已經係叫做咧叫直接插手咧，即係恒生處理呢個外壞帳嗰個同埋商業地產個問題啦。咁呢一次私有化之後咧，咁就大家就話咁就更加好啦。更加直接，因為咧就已經第一就私有化，第二咧就唔再上市公司，咁匯豐咧就可以閂埋門咧，就可以咧全面咧即係叫做加速去處理呢個外壞帳問題。咁有啲人用一個叫做形容詞咧，叫做閂埋門打狗。嗱，咁我覺得呢個形容咧就稍為咧就有少少即係偏頗，因為點解咧？即使恒生即係私有化之後，取消上市公司個地位，成為咧就匯豐集團嘅全資附屬一個銀行啦。咁但係佢仍然係受到咧香港金融管理局同埋咧銀行條例嗰個監管咧，咁就唔係話咧你私有化之後咧就有一啲叫石破天驚嘅發展，就可以好快咧就搞掂晒，或者係叫靜雞雞處理咗呢啲壞帳問題，包括咧可能係藏起佢啊，或者唔公佈住呢啲，其實就唔會發生呢個情況。佢都係處於一個叫做咧受監管同埋一個叫做透明
嘅嗰個制度之下去運行嘅咧？咁所以咧呢個我覺得咧就唔係單單為咗呢個目的而去私有化恒生。好啦，咁如果唔係呢個目的，仲有冇其他嘅一啲即係叫做好處咧？咁樣私有化嗱，咁作為我諗就會恒生嘅股東啦。咁面對呢個商業房地產市場嗰個不景氣，同埋又唔知幾時見底，又咧好擔心咧呢個即係而家嗰個叫做香港嗰個零售市道嗰個模式嘅轉變啊，好多港人北上消費啊，甚至乎養老啊、退休啊、醫療啊，全部都去晒大灣區嘅時候咧，咁香港呢個叫產業空洞化嗰個情況咧，就會越嚟越嚴重，咁就影響到咧商鋪嗰個需求。同埋咧個寫字樓嗰個咁樣嘅嗰個市道啦，咁你話即使有一啲叫做內地企業嚟香港上市，會租用香港嘅寫字樓，咁畢竟佢哋個營運嘅基地唔係香港，係內地啊嘛，咁佢租用香港寫字樓都係作為一個叫做上市公司嘅代表處，或者咧啲管理層喺呢度嘅時候咧，咁嗰個樓面嘅面積亦都唔會話咧突然之間會增加好多，咁亦都有一啲個案咧，包括咧譬如好似係阿里巴巴啦喺香港咧就最近咧就可能係之前係租開時代廣場嘅，咁而家因為咧就呢個怡東酒店重建啦，咁直接咧就向呢個置地咧就買入呢個10層呢個新嗰個大廈咧，作為佢哋嗰個喺香港嘅總部。咁呢個都係移形換影啫，之後放棄咗而家租嗰10層喺時代廣場，就搬咗去咧新嗰個咧叫做商業大廈，就係怡東酒店改建嗰度啦。咁其實對於嗰個商業嗰個地產嘅需求咧，其實咧就冇乜話一個叫額外增加嗰個效應嘅。咁當然亦都有啲新嘅公司嚟，之前唔喺香港上市嘅，而家嚟咗咧，咁佢哋就會有個寫字樓啊嗰個需求。咁但係呢個咧同而家香港寫字樓個空置率嗰個比例咧，大家一配對就發覺咧，其實咧都係杯水車薪。好啦，咁私有化恒生，咁匯豐條數點樣計咧？咁頭先講啦，話155蚊，咁咧就都叫做係比收市即係星期三。恒生收市價咧119蚊咧，就多咗30%嘅 premium， 叫做日價啦，即係俾多咗啦。OK 嗱，咁你喺一個叫做商業嘅決定入邊咧，就唔會貿然因為個感情上啊，因為我擁有恒生銀行，即係都60年啦，對於股東咧，我要即係負責俾多啲佢啦。好啦，咁有呢個因素考慮，但係咧值唔值俾多30%咧？定係呢30%其實有其他嘅考慮咧？咁我諗有啲人就話因為佢匯豐志在必得，咁所以咧佢就俾多啲日價。咁呢個當然係啦。咁但係從來咧呢個就喺呢個叫做私有化或者收購合併入邊出價咧，都係一個藝術嚟嘅，一定係有各方面嘅考慮嘅。好啦，咁恒生嘅股東會唔會接受咧？咁如果你睇翻喺呢個時機到私有化，咁對於恒生嘅股東嚟講，就解決咗佢哋對於個前景不明朗嘅擔憂啦。就話咧，喂，商業地產市場嗰個情況，恒生個壞帳嗰個情況，咁大家覺得155蚊呢個咧就係一個叫做公道同埋咧叫做合理嘅價格啦。咁第二翻轉，如果冇呢個叫商業地產市道低迷或者冇商業壞帳嗰個情況出現咧，咁出價就唔係呢個價㗎啦，係咪先？好啦，咁所以個時機上咧，可能都有考慮到而家咧，因為嗰個整體外圍環境同埋香港市道嗰個問題咧，咁所以咧恒生嘅股東係願意接受呢個一個叫做高於佢哋嗰個現市價嗰個一個收購價咧，咁呢個嘅成事嗰個機會就大咗。咁當然呢個係其中嘅考慮啦。好啦，咁恒生嘅股東即係如果接受呢個收購價，就賣咗恒生啊啦。咁有咩好處咧？嗱，咁而家睇翻咧就155蚊嗰個收購價咧，就代表恒生嗰個price to book 個市賬率咧，其實就1.8倍嘅。好啦，咁呢個倍數係高定低咧？嗱，我哋睇翻之前有一啲比較係重大嘅一啲叫做收購事件喺銀行嚟講咧，就可能係內地招商銀行收購永隆銀行咧，嗰個市賬率咧 price to book 係2.9倍啊！呢個就真係好高噶啦。咁大家事後睇翻都話咧，永隆銀行真係好運啊，喺咁高價咧就賣出咗佢哋嘅股權，以後都後無來者噶啦。好啦，咁再後啲嘅就可能就係一個即係再近似翻而家嘅時間咧，就可能係新加坡嘅 OCBC 咧。就收購香港嘅永亨銀行，咁當時嗰個市賬率咧 price to book 都係2倍到，好啦，咁而家1.8倍咧
就近似於OCBC 嗰個。咁當然你話而家市道唔同喎，同嗰陣時比咧，而家就多咗嗰個當時個市道都係好 OK 嘅。而家咧嗰個商業房地產咧嗰個價格咧，可能比起疫情前咧就跌咗30%到一半啦，仲有啲甚更加誇張都有啦。咁租金亦都係調整咗好多，咁亦都個空置率係上升。好啦，咁但係個問題就話咧，恒生作為一間喺香港即係有92年歷史啦，亦都咧就話咧係匯豐集團成員嗰個喺個資本嗰個實力啊，喺嗰個市場佔有率啦，同埋咧嗰個品牌嗰個goodwill 嗰度咧，其實都係屬於比較出眾啲嘅，出類拔萃啲嘅。咁所以值一個高啲嘅一個 price to book 咧，都無可厚非嘅咁。咁當然你話比起翻而家一啲即係內地嘅叫做大型銀行喺香港上市咧，佢哋個 price to book 可能仲 below 1，低過1啦。有啲咧就可能一啲香港嘅中小型銀行咧，可能亦都係同一個處境，即係其實唔達到1嘅。好啦，咁呢個1.8就好似俾多咗咁啦。咁其實咧可以有一個叫做另外一個諗法，就係話咧，當恒生嘅股東賣出咗佢哋嗰個股權之後咧，咁咧以1.8倍嘅市賬率賣出，咁其實調翻轉，因為已經係恒生係完全係當私有化成功啦，已經係屬於匯豐集團咧。咁其實你揸住匯豐嘅股票同恒生股票其實個分別就不大嘅。如果兩隻股票都同時存在嘅話，好啦，咁但係恒生嘅股票咧1.8倍你賣出咗，咁調翻轉咧匯豐嘅 price to book 係幾多咧？1.3，咁即係話咧，你係如果用一個交易嘅一個叫做一個規則去諗咧，就話你係高買低買喎，係咪先？1.8倍沽出咗恒生嘅一個股權，1.3倍嘅price to book 一個 ratio 咧，你係買翻就匯豐集團匯豐銀行嘅股票揸翻，咁其實中間你係賺咗個差價嘅 ，OK 啦。咁始終都係同一個集團啊嘛，係咪？咁所以咧個分別亦都不大，咁反而咧有啲着數嘅，好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話咧，而家即係俾出呢個1061億呢個價格去收購恒生喺街外流通嘅股份咧。咁匯豐出咗呢個價錢，咁其實咧喺個財政上咧，其實應該個壓力就不大嘅，因為咧喺宣布呢個私有化嘅消息嘅同時咧，匯豐亦都宣布未來3季咧會暫停咧佢哋嗰個股份 buy back， 即係回購股份嗰個情況啦。咁呢筆錢其實每年匯豐都預咗大約係20到30億美金嘅等值嘅錢咧去做呢個股份回購。咁而家呢筆錢咧就用咗去呢個私有化恒生銀行啦。咁另一方面咧就話咧當恒生同匯豐都作為兩間獨立嘅上市銀行喺香港咧，咁佢哋受到嗰個銀行規例同埋監管嗰個咧，其實係兩套係獨立嘅咁啦。咁所以咧喺嗰個資源分配方面咧，咁大家知道咧一級資本充足比率咧，恒生係非常之高嘅，去到差唔多係21%。咁調翻轉咧，匯豐嘅一級資本充足比率咧，大約係14.6%。好啦，咁當你作為兩間獨立公司，呢度就其實就冇得咩板斧可以將佢即係叫做優化嘅。好啦，但係當恒生成為匯豐嘅全資擁有係私有化咗之後咧，咁基本上咧呢個咁嘅資本充足比率就可以有一個彈性嘅處理啦。如果舉個例，假設恒生可以將佢嗰個一級資本充足比率由21就降低到去好似同匯豐睇齊嘅14%咧，咁基本上咧即係話咧成個嗰個資本池咧可以釋放大約係400億嘅一個現金流出嚟咧，咁亦都係幫助到咧就話咧或者叫做匯豐咧私有化嗰個成本嘅一個考慮啦。咁呢個會唔會做咧就後話啦。咁啊但係咧假設性嘅我如果佢咁就睇落呢盤數咁可以做到呢個動作咧，咁亦都即係話咧整體你1061億咧加上你股份回購同埋咧呢個資本充足比率釋放出嚟嗰個多餘嘅一啲咁嘅流動性咧，其實咧都差唔多計埋條數咧都600幾億嘅。咁所以咧整體嚟講，成個嗰個私有化嗰個 transaction 咧，佢嗰個匯豐個財政壓力就不大嘅。咁亦都代表住咧真係成事嘅時候咧，咁佢其實咧應該就通過嗰個即係喺呢個角度考慮咧，通過嗰個機會率都比較高啲。好啦，咁另一方面咧就係你恒生同匯豐兩間銀行咧，其實一直以嚟咧喺個營運上咧，其實個理念上都有少少唔同嘅。咁匯豐係國際集團啦，咁恒生咧就係植根於香港，好本土化。咁咧基本上咧就話咧好多喺香港嘅上市嘅一啲嘅華資銀行咧，喺傳統嗰個營運模式咧，都係咧佢哋會買入啦，或者持有一啲叫做商業嘅一啲房地產，包括自己自用嘅寫字樓啊、總部啊、分行嗰啲咁嘅鋪位啊、
後勤總部啊咁嗰啲咧，其實全部都係自己自置物業啦。OK，咁但係咧相比一般國際性銀行咧，其實多數咧就傾向於咧就係租用嘅。OK 好啦，咁所以喺呢個前提之下咧，恒生銀行而家現自己持有嘅物業喺私有化之後咧，出售嘅機會率咧其實就會高咗嘅。好啦，咁就呢方面咧，呢個都係叫做迎合翻啦，即係匯豐集團嗰個營運嘅概念，就唔需要自己擁有一啲全資物業咧，去到做呢個即係作為一個資產去到營運呢個銀行業嘅。OK 好啦，咁另一方面咧就話咧有一啲個別嘅業務可能咧就會成為一個叫出售嘅一個叫對象，包括大家都非常熟悉。亦都咧每日都聽到就話恒生指數啦。咁恒生指數公司作為恒生銀行嘅一部分咧，咁其實一直以嚟咧嗰個盈利就唔係特別大嘅。反而咧就佢嗰個叫含金量就好高，因為咧透過恒生指數咧，好多內地或者國際嘅投資者咧就知道香港恒生銀行，亦都恒生指數亦都代表咗香港個股票市場咧。咁所以咧嗰個價值咧嗰個叫做就會喺呢方面就體現到出嚟咧，就同佢實質上嗰個營運個盈利咧係有個區別嘅。咁當匯豐私有化恒生之後咧，咁恒生指數公司咧其實咧都可以咧就係作為一個叫做出售嘅目標嘅，因為咧喺過去一直以嚟咧包括呢個香港交易所啊，同埋一啲內地嘅中資機構咧，都其實咧都有對於恒生指數咧呢個咁樣嘅即係恒生指數公司都有一個有興趣買入，作為咧即係代表佢哋喺香港嗰個立足啊，同埋咧提升香港作為咧中國嘅即係一個叫做一部分咧嗰個體現出嚟，亦都咧可以更加咧就宣傳多啲咧，即係話咧中國其實係一個叫國際化嘅金融中心就係香港啦。咁香港就係恒生指數咁好啦。咁所以呢個咧都係一個叫可能咧就係會被出售嘅一個目標啦。咁再加上就話可能一啲而家即係喺嗰個現行恒生嗰個架構入邊咧。同匯豐嗰邊嘅架構有少少唔同嘅，咁就可能呢度就包括可能係我之前喺恒生任職嘅時候咧，作為呢個恒生私人銀行嘅主管咧，咁恒生私人銀行就唔隸屬於匯豐私人銀行管嘅，咁就擺咗落去咧呢個叫零售及財富管理部門，即係話屬於咁咧呢個兩個係唔同架構嚟嘅。OK， 好啦，咁喺呢個私有化之後咧，咁可能咧呢個私人銀行得兩個選擇啫，一就係話翻去咧。匯豐私人銀行個架構下邊啦，或者作為一個叫做獨立嘅一個叫商業business unit 咧，都可以作為一個叫出售嘅目標啊。咁當然啦，呢個就等匯豐佢哋嗰個集團個嗰個自己去決定啦。好啦，咁對於而家嘅一啲可能係後勤部門又好。IT 部門又好咧，咁當然咧，首要考慮就話，首要嗰個而家佢哋擔心咧，就話咧，會唔會喺嗰個資源優化精簡架構之後咧，有一個裁員啊，或者呢個部門就取消咗或者兼併咗，咁而令到工作個崗位其實流失咗咧，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叫做合理嘅預期，因為咧睇翻過往一啲咁樣嘅，無論係私有化或者收購合併咧，都出現呢個情況，包括喺過去呢一兩年就係呢個瑞士嘅 UBS 啦，收購翻佢哋當地第二大嘅一個，亦都係競爭者啦 Credit Suisse 之後咧，都用咗整整差唔多1年嘅時間咧，去做嗰個叫做整合啊資源優化咧，咁當中亦都包括咗一啲叫做lay off 裁員嘅動作啦。咁所以咧喺今次呢個匯豐私有化恒生嘅過程入邊咧，出現呢種情況其實一啲都唔出奇嘅，亦都係一個叫做即係合理嘅推測啦。OK 啦，咁究竟會係好幾大刀闊斧式咧？咁呢個就唔知道，因為咧始終就恒生作為匯豐集團成員咧，都差唔多60年啦。咁匯豐亦都好清楚知道恒生佢哋嗰個架構啊，佢哋嗰個資源啊，佢哋嗰個情況啦。咁當佢做起嗰個叫做資源優化整合個過程入邊，一定係會比咧你 A 銀行同 B 銀行兩間唔從屬嘅一個嘅機構咧，係嚟得更加可能係順利，同埋咧個過程會快好多啊！咁亦都咧嗰個協同效應應該就會一早計晒數㗎啦。咁所以咧呢個都係咧一個會出現嘅情況啦。咁就咁當然喺之後咁，因為咧恒生其實咧作為一間叫獨立上市公司啦，雖然係匯豐集團咧，過往一直以嚟咧員工嗰個待遇啊、嗰個薪酬啊或者佢福利嗰啲其實咧都同匯豐咧係有一線之隔嘅。OK 係有唔同嘅。咁呢一次即係如果經過咗呢個私有化程序之後，真係咧全資附屬於匯豐，咁名正言順咧就唔係親戚啦，係的係
係自己人嘅時候咧，咁會唔會有一個叫做同工同酬或者叫優化嘅即係嘅情況出現咧？咁呢個就會係一個叫喜出望外嘅，對於恒生嘅員工嚟講就係一個喜出望外嘅一個 bonus 啦。OK 嗱，咁去到呢一刻為止咧，整體嚟講咧，咁我諗就匯豐集團即係私有化恒生銀行啦，都係咧真金白銀咧係咧叫做加重佢哋投資喺香港嗰個市場，或者對於香港前景咧就投下信心嘅一票咧，咁都係一個咧叫做對於未來香港嗰個經濟發展或者個金融中心嗰個地位咧，都係佢匯豐係投下咗信心嘅一票嘅。